喺西班牙中部地區風車群卡斯蒂亞拉曼查有兩個小鎮，孔蘇埃格拉和克里普塔納城。孔蘇埃格拉以一座山喺山脊上整齊排列12座白色風車同埋一座中世紀古堡而聞名。克里普塔納城呢度風車群直接坐落喺小鎮嘅平坦山坡上面，有部分風車甚至保留16世紀原始結構。呢度風車群之所以舉世聞名嘅原因，西班牙小說家及戲劇作家塞凡提斯喺小說中提到主角唐吉訶德。主角唐吉訶德幻想中並用武器矛與巨人們決鬥，巨人指風車，唐吉訶德形容風車有白色圓柱形平狀身軀，以及可隨風向轉動格仔狀嘅扇葉，加上深色圓錐形屋頂，狀似巨人般。細心留意一下，有啲塔身留有小說提及嘅角色，如對唐吉訶德忠心耿耿嘅僕人桑丘、潘薩、忠心驢仔路西亞，仲有佩戴住頭盔都有名字曼布里諾等等。托萊多，西班牙最迷人嘅歷史古城之一，甚至被譽為西班牙的靈魂。古城坐落泰加斯河兩旁，環繞喺高地上，地形險要。喺羅馬時代就起咗戰略優勢。托萊多包容黃金時代，有三文化之城美譽，將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三種文化喺托萊多共存咗長達幾百年。托萊多聖若望皇家修道院不單止係一座宗教聖地，更係天主教會雙王局面伊莎貝拉一世、培迪南二世喺呢段時候鞏固權力，彰顯帝國政治里程碑。喺修道院兩旁，外牆懸掛着密密麻麻嘅鐵鏈。呢啲鐵鐐係天主教軍隊喺一次收復國土運動期間，從穆斯林兩個國家基督徒俘虜所佩戴過。雙王下令將鐵鐐運到托萊多，並掛起修道院外牆，作為基督教戰勝伊斯蘭教、解放同胞永恆紀念和感恩奉獻。薩拉曼卡古城位於卡斯蒂利亞內昂自治區，擁有豐富歷史古蹟。古魯大學喺1988年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區唔單止係一個校園，它實際上與薩拉曼卡呢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嘅古城與中心融為一體。薩拉曼卡大學成立於1218年，西班牙最古老大學，亦係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之一。薩拉曼卡大學區並冇似現代大學咁樣式封閉圍牆，大學建築群散佈在古城區中內，與城市歷史建築完美結。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喺1218年由雷昂王國嘅國王阿方索9世
下令建造。最初個名叫薩拉曼卡高等學校，主要係讓雷昂王國臣民留喺國內接受高等教育，不必要老遠跑到鄰國卡斯提亞王國嘅帕倫西亞大學就讀。喺大學正門擁有極其繁複華麗嘅銀像風格，外牆雕刻中，工匠巧妙地刻咗一隻石雕青蛙隱藏趴喺一個骷髏頭上。相傳如果學生親眼找到，會帶來好運，順利通過考試，取得學位。Que de la sangre